冚碰令背頭鏡面爆裂、把頭變形、刻度脫落，細節問題幾多？接住嚟拆解機芯，檢查下內部情況。呢款用嘅係西鐵城9015機芯，厚度只有3.9毫米，喺日系機芯入面算係超薄款。一整塊夾板覆蓋住7個齒輪，包括輪系傳動、動力儲存同自動上鏈部分。首先機芯薄，擺輪比較高，但日力模組相對複雜，細件零件特別多。全部拆解檢查之後，機芯本身冇咩問題，做個常規保養就得，換返啲外部零件就可以。不過呢款機芯裝配難度比較高，成塊夾板覆蓋咗7個輪系，令到裝配嘅難度大大提升。佢嘅手動上鏈部分係裝喺輪系夾板上面，先安裝好輪系夾板，再逐步裝好日力模組，咁機芯裝配就完成啦。之後就測試數據，再微調到合理範圍之內。